強，公民黨。多謝主席。公民黨建議咧喺低收入家庭生活津貼上邊咧嘅申請家庭咧，至少咧係有2名成員嘅，而其中1名成員咧係必須要嘅工作，而家庭每個月嘅工時咧只係需要140個鐘頭或者係以上。如果係單親嘅家庭或者有殘疾人士嘅，每個月工作時數咧，我哋會定為係70個鐘頭。然後仲要符合以下一個條件，就係家庭要有16歲以下嘅小童啦，或者係16到18歲在學嘅兒童，或者家庭成員咧係有殘疾嘅人士，又或者係喺公屋輪候冊上輪候咗3年以上而未獲得首次配屋嘅申請人。而我哋喺個資產審查上邊咧，我哋會認為以現時嘅公屋申請嘅資產限額為標準。家庭咧嘅每個月嘅收入咧係唔可以多過公屋入息上限嘅。至於補助嘅金額咧，我哋認為每個月嘅補助金額嘅上限咧係住戶入息中位數嘅10%。收入咧如果係低過或者係相同於住戶入息中位數嘅家庭咧，係將會獲得全額嘅補貼。補貼嘅額咧係會隨住入息嘅上升而遞減。當住戶嘅收入達到公屋入息上限或以上嘅時候咧，佢嘅補貼咧係唔會獲得嘅。而公民黨根據呢個方案去計算嘅話咧，而以扶貧委員會嘅貧窮線50%作為標準，呢個方案咧係會令到貧窮嘅人口係能夠減少23.8萬，整體嘅貧窮率咧係會減少3.55%。因此咧，公民黨認為咧解決嘅呢個貧窮嘅問題咧係重要嘅，但係同時間咧，我哋需要關顧喺物質同埋文化生活兩個層面。喺兒童上邊咧，我哋會認為以實報實銷去幫助啲非綜援兒童喺輔助嘅課程咧或者課外活動。喺失業同埋青年上邊咧，我哋係認為完善呢個一站式嘅就業培訓啦，同埋擴大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嘅。喺長者方面，我哋認為要推出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喺殘疾同埋生活有障礙嘅人士上邊咧，我哋要認為係要增加呢個復安巴士嘅數目，同埋更加增加多呢個庇護工場。而且我哋建議喺政府或者政府機構或者喺志願人士喺僱用殘疾人士方面定咧，起碼嗰個機構有2% 嘅殘疾人士做目標。另外咧，我哋係建議提高咧喺有讀寫障礙或者自閉兒童咧嘅人才培訓，因為呢個服務咧素來都係唔足夠，同埋咧需時太長。咁我哋認為咧就係話，其實以政府而家目前喺唔加稅嘅前提之下咧，動用超過12000億嘅儲備推行呢個低收入家庭補貼咧，其實係真正係可以達到呢個扶貧嘅扶貧嘅效果嘅。多謝主席。梁華標，深水埗。